28日，由澳大利亚惠伦藏传佛教协会举办的作明佛母烟供法会在悉尼成功举办。烟供在藏传佛教被公认为除障、积福、解冤、助修行最为殊胜的一种修法，同时可以上供诸佛菩萨，空行护法，令修行者得到护持，减少障碍，降低贪嗔痴，增长智慧等等功德。在法会的现场，惠伦的指导上师泽仁扎西堪布与来自不丹尊贵的唐仁波切为大家开示。在活动现场，也有幸共同领受了仁波切的作明佛母心咒的口传，让大家共同沐浴法喜，感受佛法的智慧和慈悲。